要下按理先来认识一下，等一下上课会用到嘅词汇，大家记得听定眼冇？第一个缴费，纳钱，纳钱。第二个水费，水费，水费。第三个通知单，通地单，通地单。第四个现金，现金，现金。第五个信用卡，信用卡，信用卡。第六个收据，收据，收据。第七个自动扣款，自动扣钱，自动扣钱。你好，我嘅水费单过期咧，冇法度地便利送点拿，请问做得来两片拿么？哦，要大单啊么？要，等我哋俩。你俩去嘅水费单95元元，你要用现金也是信用卡喏？我用现金。也是你嘅手机老早改先。希望你。下禮拜記得我在時間內拿無，另外未建議你做得盤裡自動扣錢，慳下方便。好啊好啊，俺用全五四就假日令咧。按理來學習一下自己常用嘅對話。你俩去嘅水費95元，你這期的水費95元。你這期的俩去嘅水費95元，95元，95元。我们现在来整句哟。你俩去嘅水費95元，你俩去嘅水費95元。下一句哟。你要用现金也是信用卡呢？你要用现金或信用卡缴纳呢？这句话呢，虽然我们客家话没有出现缴纳这两个词汇，可是当我们问用现金或信用卡的时候，代表的就是缴纳。我们现在来学词的部分，你要用，你要用，你要用现金。现金，现金，或也是，信用卡呢？信用卡呢？信用卡呢？好，整句哟。你要用现金也是信用卡呢？你要用现金也是信用卡呢？下一句哟。下禮拜記得愛喺時間內拿無？下次记得要在时间内缴哦。下次，这个下次的华语呢，我们客家话很特别，我们等于是下2次，所以你特别听。下禮拜，虽然我们有个2，可是指的是下次。下禮拜，记得。要在时间内，要在时间内，缴哦，这个缴哦，納哦，整句来哦。下禮拜記得要在時間內納哦，下禮拜記得要在時間內納哦。最尾，你走在盤裡自動扣錢，你可以辦理自動扣款。你可以，你走的，盤裡，辦理，自動扣款，自動扣錢。現在來整句喲。你走在盤裡，自動扣錢。你走在盤裡，自動扣錢。希望你兩隻單元就到呢結束嘞。